หนังโอนเบยยักษ์มันนอนเยอะ他不敢爬，太高了。天门山1号山猪，3个人踩，上面没有人踩，可能踩到天黑了。这颗丹珠4月21号，天门山丹珠该采。发得很好，看起来鲜叶可能采到7、8公斤，要4个人采才可以采到完。